林的大比咸菜的产量全台湾上多，咸菜的原料是挂菜。 即卖是挂菜的采收期，伫咧当地真侪所在，会当看到大货车载着一车搁一车的挂菜到腌制场，以人工的方式来生咸菜。 一大台车的挂菜载到大比的田中乡，工人煎挂菜、煎粗咸，开始生咸菜。这个家各行叫做是咸菜故乡。以前的人都算是比较勤俭，就想说，看能不能种些什么来增加一些经济的收入。到一位老师傅回休，古早时下拢是用牛车伫咧载菜，非常辛苦。然后现在因为水泥桶也不够了，不够用了，所以才会改成现在的在田里面呼帆布下去使用这样。 根据大比乡公所委托云林科技大学做的咸菜产业研究，台湾大宗出产咸菜所在，包括云林、嘉义、新竹等等。其中大比乡当年生产超5万吨，占全台湾咸菜产量的8成。在地人拢讲，因生的咸菜上介好食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